Alpha Cell 重啟全新嘅你。如果話20世紀係藥物治療時代，咁21世紀就係細胞治療嘅時代，因為人係細胞所組成嘅，細胞年輕，人就青春永駐；細胞夠健康嘅人都會長命百歲。Alpha Cell 係全球首推高電位細胞療法嘅領航者，提供最新穎嘅幹細胞治療，配合日本高電位醫療器材同埋外泌體嘅增強劑，讓每一個人都輕鬆做到抗老防衰，實現一個不老嘅人生。Alpha Cell 嘅幹細胞係來自馬來西亞第一家受到國家衛生部承認嘅幹細胞培植 CGMP 嘅實驗室。佢哋嘅實驗工作連同馬來西亞國立大學 UKM 一齊進行，呢10年嚟不間斷咁持續發展同突破，並且成功喺2016年突破咗大馬紀錄，成為大馬第一家擁有高端再生醫學以及組織工程技術嘅研究中心。Alpha Cell 一直以嚟都嚴密把關幹細胞多方面嘅臨床試驗、測試同埋管理，以確保幹細胞喺醫用上嘅安全性同埋可靠性。以上所有嘅努力都係為咗致力於提供大家高能量嘅間充質幹細胞。好啦，咁乜嘢係間充質幹細胞呢？人體其實係由60兆粒細胞組成嘅，每一日都有細胞死亡同埋被替換。咁間充質幹細胞或者簡稱為 MSC， 醫學上用嚟修復或者係替換受損嘅細胞同埋器官，因為佢擁有可以分化成多種細胞嘅功能，例如分化成骨質細胞、軟骨細胞、肌肉細胞、血管細胞、神經細胞、膠原蛋白生成細胞等等，以替換或者係修復受損或者係老化嘅組織細胞。Alpha Cell 嘅間充質幹細胞係取自於人體臍帶嘅華氏通膠 Western Jelly， 採用多條嘅臍帶，通過 Pulling Effect 嘅專利科技，篩選出最高質量嘅呢個 ATP 高能量間充質幹細胞，並且培養出最原始、最年輕而且分化能力最強嘅 P2 第2代幹細胞。間充質幹細胞可以幫助自我更新 Replace、修復器官 Repair、恢復青春 Rejuvenate 同埋延緩老化 Reverse Aging。而且佢仲有一樣嘢就係擁有免疫特權 Immunoprivilege， 即係乜嘢啊？人體免疫系統係唔會攻擊佢，所以對人體不具排斥性，非常安全使用。間充質幹細胞係透過歸巢效應 Homing Effects， 係能夠自動導航去尋找受損或者係老化嘅細胞嚟進行修復同埋再生，達到保持年輕、使疾病停止惡化、恢復組織器官嘅功能。其實我哋人體本來就有間充質幹細胞嘅，然而隨住我哋年齡增長，體內嘅呢個間充質幹細胞就會慢慢耗盡，咁就會導致咗我哋人體修復機制越嚟越慢，缺乏足夠嘅間充質幹細胞嚟替代受損嘅細胞，咁久而久之，我哋嘅器官就開始會衰老，甚至係退化。慶幸嘅係，隨着生物科技嘅發達，我哋已經進入咗日漸成熟嘅再生醫學時代。隨着幹細胞嘅技術同埋研究不斷構新同埋突破，人類可以培植出年輕嘅間充質幹細胞嚟補充，以至幫助我哋身體恢復自己嘅治癒自己嘅能力。呢個就係治癒力啦。通過間充質幹細胞移植，可以預防同埋改善嘅疾病同症狀包括咗係中風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、腦神經退化性疾病、軟骨修復、關節炎病、骨關節炎、視力障礙同埋自閉等。Alpha Cell 就唔係一次性嘅治療，佢哋嘅養生計劃包括咗幹細胞、高電位同埋外泌體。做咗幹細胞之後每日通過日本高電位療法嚟淨化血液，促進深層睡眠，係可以大大提高幹細胞嘅再生能力噶。正如要種出一棵大樹，就必須有種子、肥料同埋環境。幹細胞就係種子，外泌體就係肥料，高電位係細胞嘅優質環境。咁樣注入咗幹細胞，就要發揮最高嘅功效。Alpha Cell 擁有專業醫療團隊，佢哋係幹細胞治療嘅領域先驅同埋專家，擁有專業嘅知識，職業操作符合咗國際規範，喺馬來西亞進行咗數以千計宗嘅治療噶啦。Alpha Cell 嘅初衷就係幫助更多人延緩衰老，減少疾病，喺年老時可以過上有品質嘅生活。透過幹細胞治療，讓長輩們有尊嚴地度過佢哋嘅黃金年華。Alpha Cell 嘅使命係要將幹細胞治療普及化，唔係淨係高官顯要、超級富豪至可以做，而係要由更多老百姓都可以進行幹細胞治療，邁向全新幸福快樂嘅人生。60歲前冇病痛，80歲前不衰老，輕輕鬆鬆100歲，快快樂樂一家人。Alpha Cell 重啟全新嘅你，Alpha Cell 越活越年輕。